欢喜在地新闻，乡亲啊，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13，旧历的4月初2，礼拜四。后来，这个国内新冠病毒的疫情继续咧炭烧，总有16例本土病例来破纪录。指挥中心拄则过来宣布，国内今仔日佫增加13例本土病例，其中有9例甲案1203新北市蘆洲某西子会会长有关系，啊3例甲台北网家茶艺馆有关系。 也有一个感染源爱搁调查，不过这例嘛定定伫网家的出入。来听指挥官陈时中详细的说明。有25例的案例，12例是境外，13例是本土。那新增13例的本土的案例那9例与案1203相关，那3例与万华茶艺馆群聚相关，那1例。 本土感染源待厘清基本上这个也是跟万华的区域里面是在里面就是在里面进出的的关系这个宜兰的游艺场的群聚跟1102相关应采76名，已经采60名。 那阳性的个案都在原来都已经报告过，到昨天的1232，那扩大在采相关的第2层，那目前并没有新的这阳性的个案，那阴性47名，检验中6名，那16名待采。那刚才在游艺场里面，它的一个群聚它有一个活动室，那昨天我们也有公布相关的活动室那只有在这个红字的部分是更新的是更新的。 它多了一个在全联在宜兰的蓝丰门市，蓝丰没有错蓝丰门市在宜兰市蓝丰路1段50号、52号1楼。那事实上，这个因为人多，所以它的足迹就相对的多足迹就相对的多。 那这些足迹都基本上就是有到过那个地方并不代表那个地方就一定是现在有疫情，都是这些足迹曾经走过的地方。那从5月1号公布到5月12号公布到12号。那如果对这情况有什么不了解，还是可以打1922来做相关的一些询问。